见你想见的人了，是不是看一眼死了也甘愿？不过，这么快就让你死，也太可惜了啊！你没事吧？别追了，我知道他们在哪儿，跟我走吧。姑娘，坚持住，想想你的爹娘，还有关心你的人。娘不要我了，爹也不要我了，小凡，小凡。我挡住他们，你救人。走。到了。不要！想走？还不迷途知返！你们先走，你行吗？走啊！走。Fox。
又见到你了，想不到你会说话，声音还这么好听。我有很多很多话想跟你说，可惜，对不起，小哥，对不起，当年是我骗了你，因为很多事情不知道怎么说，所以我只好装成哑巴。是我对不起你，云舒。7年了，我一直想着你。不要再说了，小哥。小哥，你不要再说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常常自己想，若能在死之前再见你一面，也是好的。想不到，等我再见到你，云舒，我却舍不得离开。3番2次闯我庄门，还险些毁掉我豢养多年的神虫。臭小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枉你一派门主，侵夺山庄，豢养邪物，真是卑劣无耻到极点。堂堂青云弟子，居然勾结魔教妖女，还拐走我庄中丫鬟，这个事情要是传出去，定会令你青云颜面扫地。林惊羽啊，林惊羽，我看你根骨尚佳，若不是做出勾结魔教这等事，他日必是你青云中流砥柱。可惜呀，人生在世，但求无愧于心。我从未与魔教勾结，心中无悔，倒是你。世间总有天理昭然，小凡既然能从这里逃出去，必然能回来，定为在你手下死去的那些无辜冤魂讨回一个公道。我看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。庄主，庄主，手下留情。庄主，今日之事，晚辈已听说，是我这师弟一时受了魔教妖女的蛊惑，色恋之婚。师兄，才不要求他，给我住嘴！还嫌辱没师门名声不够吗？庄主，请暂时留我师弟一命，待我抓住那个逆徒张小凡与魔家妖女之后，再交由庄主一并处置。嗯，
茫茫浩海，脉脉山川，千古洪荒，万顷苍茫。云舒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这边看看。沿着这条路朝下走，萧哥就交给你们了。那你呢？我另有对策，你们快走吧。哎，这边！碧瑶姑娘，那青云小子弃你于不顾，你还是跟我回去吧。你的伤好些了吗，碧瑶？我没事儿。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。怎么会？我一定会去救你的。小的时候，幼医经常告诉我，人要练就一身本领，才能让自己不受欺负。因为也许在发生危险的时候，身边的人可能并不知情，也不能及时赶到你身边来救你。人力有时而穷，人救不如自救。这句话说的没错，可是师父曾经告诉过我，如果只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的话，是很难做成大事的。在你最危险的时候，还是要相信你的伙伴。所以你就来了？是我们不好。如果不是把你当作人质，带你去了定海庄，你就不会受那么多的苦。是我的错，我一定会补救的。那如果不是因为你们，而是因为我自己乱走而被抓，那你会来救我吗？算了，正谋不两立，我明白。我当然会去救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朋友。你对每个朋友都会这么拼死相救吗？朋友有难，就算付出我的性命，我也会去救他们。不光是你，如果青羽、师兄师姐们遇到危险，我也会去救他们。不过，我总觉得我们之间有种特别的缘分。我娘说，一个人从出生开始，这个缘分就是一辈子的。一辈子的缘分。有些缘分不知从哪儿来，也不知道到哪儿去。有些人你想甩也甩不掉，就算绕了一条很远的路，你也还是会遇见他。你是说想甩掉我都甩不掉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甩掉你。前些日子找不到你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啊。
小凡，你小时候有没有去过草庙村东边的那座山？怎么了？那你有没有随身带着一盏灯？灯？去山上砍柴的时候，下山时天都已经黑了，所以常常会备一个灯。为什么问这个？那你去过那边那个隐蔽山洞吗？去过呀。那个山洞还是我发现的。别跑！你抓不住我！以后我们经常来这里玩。好啊！小时候，我和鲸鱼经常在里边玩。你怎么会知道那个山洞啊？小凡，我再问你一件事情，你一定要认真清楚地回答我。你在经过那个山洞的时候，有没有往里面扔东西啊？扔东西？不记得了。有没有人啊？今天太黑了，我下不来。我给你个包子吃，我明天来看你啊。哦，对了，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山洞的时候，好像有一只受伤的兔子在里边。
叔，云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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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别喊了，周围全是长生堂的人，你这样会把追兵都引来的。是啊，司徒兄，他能引灵力救你，一定不是普通人，或许是修仙同道。我觉得你们有缘的话，一定能再见的。哼！我知道她是海里的仙女，终有一日，她会离开的。7年又7年，都已经过了14年。14年前，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云舒。云舒她不能开口说话，问她什么事，她就只会摇头、笑。我替她编了一个身份，说她遭遇了海难，无家可归。爹娘便收留了她，也一直都很喜欢她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我才知道，原来你叫云舒啊！我以为爹娘视她为女儿，可就在我恳求他们要娶云舒为妻的时候，却遭到了他们断然的拒绝。什么混账东西！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！你要气死我呀你！你怎么能跟来历不明的人成婚呢？后来爹的病越来越重，眼看着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
这个时候，庄中来了一位号称游历世间、修炼长生的医者，就是玉阳子。老庄主，实不相瞒，您的病非常重，恐怕在下也无能为力啊。你一定得帮帮我呀！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不如咱们就来个冲喜这么一事。您让您的孩子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子。爹，我真的不能答应这门亲事。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为了给爹冲喜，我只好答应了这门亲事。海啸过后再醒来时，我已经身在水牢。玉阳子告诉我，海啸淹没了整个定海庄，我的父母还有家人全部都已经死了。让我识相一点，告诉他宝藏的下落。宝藏？传说定海山庄有一件不世出的宝物，任何人只要是得到了它，就能得到无穷的力量。想必你们也是来找天书的吧？天书关联重大，如果被魔教的人拿到，的话，一定会生灵涂炭。我和师兄奉师门之命前来，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。我相信你们不是坏人，否则也不能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。只是实不相瞒，我也不知道天书在哪里，甚至不确定他是否在定海庄。我们司徒一族世代居住于此已逾1000年，传说千载之前，云游海外的仙人曾在这里驻足。仙人感念我司徒先祖相助之恩，授予一颗定海珠，以保我山庄不被海浪的侵害。同时，留下的那件宝藏，每隔100年，当金木水火土碧瑶跳崖。那司徒萧和张小凡呢？我在弟子们方圆10里找了一夜，没有他们的行踪。鬼王宗方面如何？毫无动静。看来这件事情不会就这么简单，里面一定有诈。属下也这么觉得。只是如今敌暗我明，司徒萧更是熟悉山情。万一回来蛊惑人心，实在是防不胜防。
我料他不会甘心，一定会回来。我们不是还有一个林惊羽在手上吗？你按照我的吩咐去办。冲上去，那只会把鬼王宗的弟子还有幽仪给引出来吧？不行，万一逃跑一个向玉阳子报信，那就糟糕了。况且你伤势未愈，司徒兄又求见多年，我们都不适合正面迎敌。那怎么办呀？我们3个弱病残，肯定没有胜算呢。两位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只是一旦鬼王宗和玉阳子的人刀兵相见，定会影响我山庄里的百姓，远非我的本意。这些我都明白。走，我有个办法。哎，去哪儿？跟我来。你说的好办法就是钻这个洞啊！这是之前我跟鲸羽追踪青龙的行踪时发现的。鲸羽怎么样了？有萧师兄在，玉阳子多半不敢与青云为敌，他会把鲸羽扣下来当人质，暂时不会有危险。对了，司徒兄，这个庄里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没人的，可以暂时用作容身？我小时候经常到别院去玩，这么多年了，希望那里没有人。好，走吧。走吧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我现在实在是想不出办法了。你们呢？你们要是都没有办法，要不咱们等天黑了再潜进去。有人，走。内力衰竭，需要一段时间调理。玉阳子豢养的那些邪物，一旦沾上，就如同复古之躯。幸好你们相救及时，再晚一些的话，经脉就会受损。什么内力衰竭呀？大哥，你净吓唬我！我觉得我休息几日就好了。你还想做什么？少庄主。实不相瞒，在下前来本意是抢你的东西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这话总得说开。你们俱是没有法力的平凡之人，赶走了一个玉阳子，消息一旦传开，就有很多人还会来。所以你不妨先想清楚。我已经想过了，张兄弟救我。我有办法了。孟兄这是打算将我禁足了吗？庄主只是不想贵派再被卷进来，为了避嫌，
还请您在客栈多等一段时间。我之前已经向庄主解释过，庄主也答应我，可以在庄内自由走动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觉得我是是非不分，包庇同门吗？萧少侠，请别误会，这也是庄主的好意，他是怕您为难。毕竟交起手来，您帮哪边都不好。待我们抓到人，再请您来府上。少侠，早点休息。那我就多谢庄主的好意。唉，小心人没抓着，庄主就先丢了性命。也罢，先让你们斗着。庄主已命我在客栈布下结界，外面的人闯不进来，里面的人也别想出去。你们好生看管，别让他跑了。是。各位父老乡亲们，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，最近我们这定海庄着实不太平，魔教大举侵犯。虽然我手下侍卫奋力抵抗，但还是把各位牵扯到了这场斗争之中，实在是万分抱歉。没有，庄主是你保护了我们。对啊，谢谢庄主。你们不要相信他，他也是魔教的。说八道什么呀？好一个恶人先告状！诸位，这位青云弟子与鬼王宗人沆瀣一气，引狼入室，意图与魔教里应外合。先是毁我府中防御，再是杀我府中侍卫，实在是死有余辜。你们不要相信他！你们还记得你们的少庄主司徒萧吗？这死狼心狗肺，就是他把你们的……让他说，死也要让他死个明白，也要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玉阳子，你害死老庄主，囚禁少庄主司徒萧，在地下豢养魔物，实在是天理难容。你们不要相信他！胡说八道！我们过得挺好的，庄主不是这样的人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的。大家安静。少庄主故去已经多年，鬼王宗最擅长易容之术，把别人幻化成为少庄主，为了就是煽动你们。如果不信，我证明给你们看。把人带上来。少庄主，他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。